或者我哋講講咧篤手指嘅次數同埋時間啦。嗱，原來咧次數同埋時段嚟講咧就真係冇規定嘅，咁係因人而異，有加有減嘅。但係咧通常嚟講咧，一日之間咧嘅時間咧，我哋分佈喺空腹啦、餐前、餐後之後2個鐘頭啦、瞓覺之前，咁有啲人咧做運動之前、之後啦，或者嗰一排咧身體唔舒服啊，有病啊，有肺炎啊、尿道炎啊、感冒啊，咁都會有篤嘅。而每一日咧篤幾多次咧，亦都係因人而異。有啲人一日篤1次啦，有人篤6至7次都未定嘅。咁但係我哋都建議咧，無論你係翻工或者唔係翻工嘅時候咧，因為你嗰啲習慣啊、食嘢嘅時間都唔同嘅話咧，我哋都要喺工作日同埋非工作日都要篤下嘅。咁有啲嘅情況之下咧，篤手指應該咧因應呢，要篤多幾次嘅喎。譬如咧啱啱展開咗新生活喎，譬如話咧有間嘅新學校啦，或者新工作啦，或者工作上咧改變咗啲工作時間，咁你飲食啊各方面都唔同咗啊嘛。咁第二咧就如果出現咗一啲嘅感染情況，肺炎啊、尿道炎啊、感冒啊，咁你都可能要篤多幾次，因為血糖可能會提升咗嘅。有啲人外遊啦，飲食嘅時間唔同咯，食嘅嘢多咗都未定啦。又或者啱啱改咗藥啦，或者藥物嘅份量改咗啦，都要篤多幾次㗎。咁有啲朋友咧，可能咧飲食嗰方面或者運動咧有一啲嘅特別嘅調整，咁你又要篤多幾次。又或者一啲朋友咧覆診啦，覆診完之後咧，醫生講俾你聽，糖化血紅素高咗喎，糖尿控制差咗喎，咁你自不然要篤多幾次啦。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會產生呢個低血糖嘅狀態喎，譬如話突然之間咧飆汗啦、手震啦、肚餓甚至暈暈地咁樣。咁當然唔會等佢昏迷嗰時至篤啦，咁快去隨篤。咁我哋一知道有血糖低過4咧，就應該要馬上去處理啦。咁另外咧，懷孕嘅朋友啦，咁懷孕嗰啲朋友咧，如果有糖尿病嚟嘅話，佢應該篤多啲手指嘅，因為原來血糖咧會影響個胎兒好多嘅。所以以上咧，咁大家都應該要調節下，篤多幾次啦。經過我哋嘅詳細嘅分析啦，同埋亦都睇過電影啦，咁相信大家對 A1C 糖化血紅素咧，而家有一個新嘅觀念同埋認識清楚啦。OK，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A1C 保持喺6.5。